大家好，我係 Emily，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。今日係3月2號星期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。伊朗領袖據報遭空襲身亡，英國評估風險，油價恐飆升。綠黨爆冷擊敗工黨，英國政壇地震。中東風空域，幾千英國旅客滯留機場嘅。福利改革生效，35萬家庭失津貼。丘吉爾雕像再被破壞，倫敦爆歷史爭議。Brit Award 離開倫敦，曼城成全英焦點。英國整體仍然受到大西洋低氣壓影響，天氣持續唔穩定。今日英國大部分地區以多雲有驟雨同間中陽光為主。西部同蘇格蘭地區降雨會較為頻密，而英格蘭東南部包括倫敦一帶就有機會出現短暫放晴時段嘅。氣溫方面，日間普遍介乎8度至11度，夜晚氣溫下降至2度至6度，早晚感覺仍然偏涼。風勢方面，今日風速屬於中等至較強西南風，平均風速大約15至30公里，沿海同高地地區陣風會比較明顯。分區情況方面，蘇格蘭多雨並伴隨強風，英格蘭北部有間歇驟雨，中部地區以多雲為主，倫敦同東南部間中見陽光。由於多處路面濕滑，駕駛人士需要特別留意能見度同強風情況。中東戰火失控，伊朗最高領袖據報空襲身亡，英國緊急評估安全風險，油價恐即時飆升。今日全球局勢突然急轉直下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據報喺美國同以色列聯合空襲之中身亡，而英國政府已經即時進入外交同安全評估狀態。呢件事可能直接影響英國能源價格、航班安全，甚至本土反恐警戒。根據英國主流媒體 The Independent 最新即時報導指出，美國方面聲稱哈梅內伊已經喺聯合軍事打擊行動中死亡。報導指事件發生喺2026年2月28號凌晨，美國同以色列出動約200架戰機，對伊朗首都德黑蘭多個軍事與政府設施發動空襲，其中包括被指為最高領袖活動區域嘅建築。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，目標係削弱伊朗軍事指揮核心。伊朗救援組織指出，至少201人死亡，多個城市遭受轟炸，一間學校遇襲造成108人死亡。中東局勢迅速升級，而最值得英國居民注意嘅係，英國外交部已經開始緊急評估局勢，原因包括：第一，能源價格風險，中東供油一旦受阻，國際油價可能急升，英國汽油同能源賬單存在上升壓力。第二，航班安全。多間航空公司正重新評估飛越中東航線，英國往亞洲航班可能出現改道延誤，機票價格上升。第三，本土安全警戒。英國反恐部門過去經驗顯示，中東衝突升級嘅時候，歐洲安全級別往往同步提高。哈梅內伊自1989年掌權至今，統治伊朗超過37年，一直係中東政治權力核心象徵人物。一旦權力真空出現，成個中東勢力平衡可能被重寫。綠黨歷史性擊敗工黨，奪下安全議席，施紀賢政府警號響起。一直被視為工黨鐵票區嘅議席 Gorton Denton 補選，竟然由綠黨爆冷勝出。分析指呢次選舉結果可能預示英國政治版圖正在改寫。根據 Wikipedia Current Events 以及英國補選官方選舉資料顯示，綠黨候選人 Hannah Spencer 喺2026年 Gorton Denton 國會補選中成功擊敗工黨候選人，正式當選國會議員。今次補選投票率約為45%，而結果顯示綠黨 Hannah Spencer 得票約13000票，工黨候選人約11000票，保守黨排名第三，綠黨最終以超過2000票差距勝出。呢個議席過去長期由工黨控制，一直被視為安全選區。
政治評論員指出，今次唔只係一次補選，而係年輕選民大規模轉向，氣候政策成核心議題，對兩大政黨不滿情緒上升。綠黨首次喺城市工人階層選區取得突破。最大衝擊落喺首相施紀賢領導嘅工黨政府。分析認為，如果呢種投票趨勢持續，未來大選可能出現更多三黨競爭，工黨票源被分散，國會議席更加碎片化。部分民調更顯示，綠黨支持度喺2026年初已升至歷史新高。政治學者形容今次補選結果係對主流政黨嘅一次警告，選民開始尋找新政策、新代表、新政治方向。Gordon Denton， 補選可能只係開始，英國政壇正慢慢由兩黨時代走向更加分裂嘅新局面。英國航班大亂，中東空域全面關閉，數千英國旅客滯留杜拜機場。如果你近日準備由英國飛亞洲或者正身處杜拜轉機，你可能已經受到影響。中東空域突然大規模關閉，導致英國航班出現近年罕見混亂，數以千計英國旅客目前滯留杜拜、阿布扎比同科威特機場。根據英國 The Independent 以及 ITV News 同 Reuters 最新報導指出，因為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軍事行動之後，中東多國即時關閉領空，航空交通幾乎陷入停頓，包括以下國家空域已經關閉或者限制：阿聯酋、卡塔爾、科威特、巴林、伊拉克、伊朗。全球最繁忙國際轉機中心杜拜國際機場、多哈機場、阿布扎比機場一度全面暫停航班，單係杜拜樞紐每日正常有約9萬名轉機旅客經過。英國方面咧，British Airways 咧即係取消多班倫敦往杜拜杜哈航班啦，多架由英國出發航班被迫中途折返，愛丁堡同格拉斯哥航班亦都取消。部分旅客已經登機後飛行途中被迫掉頭返英國。英國外交部表示，目前有大量英國公民滯留海灣地區，並呼籲當地英國人留喺室內，避免前往機場等候官方更新。航空分析公司指出，今次事件已經導致超過1800班航班取消，幾十萬旅客改道或者滯留。歐洲往亞洲航線需繞道飛行，部分長途航班飛行時間增加3個鐘以上。英國旅客要注意3點：復活節同埋假期機票可能上升，亞洲航班延誤持續，保險理賠與改票申請激增。航空專家形容呢次混亂規模接近當年火山灰事件級別。目前最大問題係冇人知道中東空域幾時重新開放。如果局勢升級，英國航空混亂可能持續數日甚至更長。英國福利大地震，超過35萬家庭突失津貼，每月少超過1000英鎊。英國福利制度出現重大改變，超過35萬個家庭已經失去政府津貼，影響規模被形容為近年最大一次福利轉換衝擊。根據英國主流媒體 The Independent 最新報導指出，英國就業及退休金事務部即係 DWP 正強制將舊有福利制度全面轉移至 Universal Credit 統一福利。官方數據顯示，已有356521個家庭因未有回覆政府寄出嘅轉換通知信，導致原有福利被直接終止。受影響呢就福利包括 tax credits、income support、job seeker as allowance、employment support allowance、housing benefit， 平均每個家庭每月損失超過1000英鎊收入。DWP 規定，收到通知信後，申請人必須喺3個月內重新申請 Universal Credit。如果冇回應，舊福利會自動停止。政府目標係喺2026年3月前完成全英福利系統統一轉換。福利專家警告啦，大量低收入家庭突然失去收入，可能帶嚟租金拖欠增加、食物銀行需求上升、地方政府壓力加大。慈善機構指出，部分弱勢人士甚至未察覺信件重要性，特別係
新移民家庭、剛就業人士、低收入過渡期家庭，如果仍然領取舊福利，一旦錯過通知，津貼可能即時終止。DWP 強調，失去福利人士仍然可以重新申請，但未必再享有原本保障水平。換句話講，英國福利制度正式進入新時代。丘吉爾雕像遭噴漆破壞，男子即場被捕。倫敦爆歷史爭議，倫敦市中心再次出現具爭議破壞事件。位於國會廣場、象徵英國二戰歷史嘅前首相丘吉爾雕像再遭人噴漆破壞，警方即場拘捕一名男子。事件再次引發英國社會對歷史地標保護問題嘅激烈討論。根據英國權威媒體 The Guardian 報導，事件發生喺倫敦 Parliament Square， 警方以涉嫌刑事毀壞公物罪拘捕一名男子進行調查。報導指出，涉事男子向丘吉爾雕像噴上顏料，破壞雕像外觀。警員其後迅速到場，並喺現場將疑犯拘捕。倫敦警察廳確認案件正以 criminal damage 方向處理。丘吉爾被視為帶領英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嘅核心人物。雕像自1973年設立於國會廣場，一直被視為英國歷史象徵之一。但近年有示威者批評其殖民歷史角色，令到雕像多次成為抗議目標。其實呢座雕像早於2020年大型嘅示威期間已經被噴上 racist 字樣。其後政府更曾經用保護圍板封起雕像，修復與保安費用當時估計高達數萬英鎊。事件再次引起兩派爭論，一方認為歷史人物應受保護，另一方則認為公共雕像應重新檢視歷史定位。英國政府近年已經增加國會廣場一帶閉路電視與警力巡邏。一座雕像反映嘅可能唔只係歷史，而係今日英國社會對身份、歷史同價值觀嘅分歧。案件仍在調查之中。全英焦點轉移曼城 ，Brit Awards 首度離開倫敦 ，Harry Styles 開場震撼8萬觀眾。英國一年一度最大音樂盛事 Brit Awards 2026年正式開幕，而今年最大突破係頒獎禮歷史上首次離開倫敦，移師曼徹斯特舉行，現場氣氛被形容為近年最震撼一次。根據英國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報導，2026年 Brit Awards 喺全新落成嘅 Co-op Live Arena 盛大舉行，並由英國國際級歌手 Harry Styles 擔任開場表演嘉賓。Co-op Live Arena 被視為英國最新大型室內表演場館，可容納約23,000名觀眾。開幕當晚全場爆滿。Harry Styles 以大型燈光舞台登場，現場觀眾即時起立歡呼。社交媒體更於數分鐘內登上英國熱搜榜。Brit Awards 過去幾十年幾乎一直喺倫敦 O2 Arena 舉行，今次移師曼徹斯特被視為英國文化政策一個重要轉變，即係將大型娛樂經濟由倫敦擴展至北部城市。曼徹斯特市政府估算活動帶嚟數萬名旅客湧入，酒店入住率接近100%，餐飲與旅遊收入大幅上升。Co-op Live Arena 建造成本約達3億6500萬英鎊，被視為英國北部文化復興象徵項目。音樂評論員指出，2026年 Brit Awards 最大信號係英國音樂產業去倫敦化，北部城市文化地位上升，曼城正式挑戰倫敦娛樂中心地位。由政治新聞到經濟轉型，再到娛樂產業版圖改寫 ，Brit Awards 移師曼徹斯特，可能標誌住英國文化新時代開始。喺英國生活，每日都有好多事發生，邊啲先同你有關？新聞資訊太多，英國生活快報專為我哋香港人而設，每日精選英國重點資訊同天氣，廣東話配音，仲有粵語字幕。由超市優惠、交通、新聞到政策變動，我哋幫你精挑細選。我係 Chloe， 我係 Emily， 每日同你一齊掌握英國大小事。星期一至六
每朝7點準時出片。訂閱英國生活快報，用廣東話開始你嘅英國一日。另設專題解碼，星期六精選推出，有趣議題、複雜事件，清晰拆解。好，以上就係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。如果你覺得呢類英國即嘅新聞、生活資訊對你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啟通知。我哋每日用最短時間陪你了解英國正在發生嘅事。我係 Emily，聽日英國生活快報再見。